回来。我们摊开他的学经历，可以说赢过跟他竞争的2位对手太多了。他不但学历最高，最可贵的是他的行政经验。我们都知道，现在自从我们在总统选举这一场失利，我们看到接棒的人，他们过去都是律师，甚至只有立法委员，毫无行政经验，把我们国家要带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经济衰退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行政的经验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吴清基博士一直在从基层干起到一直靠他自己的努力，而能够当到教育部的政务次长。他的出身，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以平民3级贫路的儿子，靠着奖学金一直往上爬。所以他这一次虽然竞选，可以说各层各阶层都非常认同他。原来在我们他还没有回来参选之前有一个民调，对方民进党的候选人苏立伟，他的民调指数达到40%。这一次他是回来参选，经过我们的努力宣导。结果电视辩论以后，根据 TBS 的民调，2个人的支持度已经在3%到4%，也就是说在误差里面已经到势均力敌。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出，吴清基博士给大家的好的印象，大家认同他的学经历。说说他的这个行政的经验，还有他所提出来的要救我们经济、偏经济的一些理想、政治理想，大家非常认同的。我相信今天下午这一场辩论再下去，我相信我们的支持度还会更提高那我们预期他一定可以当选，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我们大家努力，我相信最后的成功一定在吴博士的手里。我们台南县的县长光复，那是在我们意料之中。再来，我们今天各位在场，我看到宋喜光立委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的公公跟我在福伦社是舍友我以前在担任国中校长我在救护团里面，他是我们的指导员。各方面的热心学术方面的指导领导表现非常好。他在立法院的各方面的表现，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共同支持他继续连任。好。最后，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共同来为我们的胜利来欢呼。谢谢各位。我们大家这里感谢杨副总干事。各位大哥大姐，12月1号现场这一票一定要投给吴清基博士，我们大家有志一同。来，吴清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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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接下来专题报告。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共识、凝聚力量、圆满达成普选目标。我们首先请岳云生同志报告。好，更正我们请舍家琪同志报告。